你要不要讲话？讲话蛮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天贝，贝是的贝，我是男生，今年9岁，5岁变40年，3年级。3年级哦。他是男生哦。对，特别强调是男生。好，可以，谢谢哦。谢谢你。这是因的大礼啦，因非洲人的大礼。好，来，小朋友跟主委，来，小一点的在前面，都拍得到吗？小朋友，来 ，OK， 对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都要喊赞哦。预备，1、2、3，赞！赞！